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生活語文頻道要同大家介紹嘅係則天文字。乜嘢叫做則天文字呢？其實佢係喺武則天掌政嘅時候創立嘅文字。大家喺圖片上面見到嘅係武曌，或者我哋會叫佢做武則天。佢係中國歷史上唯一獲得正式承認嘅女性皇帝同埋女性太上皇。武周嘅開國皇帝，佢亦都係唐太宗嘅才人同埋唐高宗嘅皇后。因為武則天迷信文字具有統治思想嘅力量，所以發明咗一啲全新嘅文字去代替原有嘅文字，以除舊布新，建立權威。後世稱呢一啲叫做則天文字、則天新字或者武後新字。而呢一啲新字依照漢字嘅6種構造條例6書嚟到劃分，而呢一啲字都係屬於象形同埋會意文字。佢哋唔係純粹憑空創造，都有依據古字而改。譬如個天字就改成呢一個樣子啦，佢係利用天字嘅算書，表明武則天效法古代先賢，有發古嘅意思。但更加多嘅係全新創造，希望創造一個全新嘅時代。你喺圖片上面見到嘅係武則天時期佢哋創造嘅文字，而呢一啲文字裏邊最出名嘅就係呢一個字啦。呢一個字係一個詔字，佢嘅意思為日月當空，亦都係武則天嘅名。佢陪住呢一個女皇帝永留千史。呢一個字從明從空，代表咗武則天好似天空上面嘅日月咁樣，光明普照萬物。而日為陽，代表男性；月為陰，代表女性，亦都象徵咗武則天嘅統治係陰陽調和嘅。唔單止係所有女人嘅皇帝，都係所有男性嘅皇帝。武則天用呢個字為名，表示佢刻意淡化咗自己女性嘅身份，為自己稱帝，披上正統合法嘅外衣。而你哋而家喺熒幕上面見到呢一個係一個國字，佢意指八方土地，源自國字入邊嘅畫，通畫。武則天覺得唔吉利，所以即刻要改。初初擬定嘅新字係一個口字部，再加武則天嘅姓武，佢係代表咗武則天居中治國。但有人話呢一個似將武則天困住，所以之後變成八方，意味住八方土地。呢一啲嘅則天文字係咪好有趣呢？但係而家我哋會當佢成為異體字。今日嘅生活語文頻道到此為止，我哋下次見。